通常大家知道的藏族是在西藏地区，其实青海、四川、甘肃、云南等地也分布着很多藏族同胞，他们和当地的其他民族同根同源，共饮一江水。有这样一首云南民歌被人们广为流传，以超越地域环境的人性追求之美，感动着每一个人。被世界不同地区、不同民族、不同肤色的民众所喜爱，被誉为东方小夜曲。今天在藏歌会的舞台上，我将第一次演唱这首经典的名曲，期待我的表现吧。我是希望说每一首歌它有它自己的意境和它的意义，那我会选择不同的服装和音乐来表达一首歌。那我就是希望把自己的演唱部分把它做成阿兰的一个演唱会的形式，然后呈现给大家。谢谢阿兰给我们带来全新版本的这个《小河淌水》。那这个其实《小河淌水》是不是还有这个对唱版的呀？小河淌水，哎，好像最早我不知道，要问问那个吴秋彤老师。是有对唱版本吧？那这个藏歌里边其实对唱的歌多不多？其实我们藏族也有很多对唱的歌曲，有一个《仓央嘉措情歌》，其实非常的好听。仓央嘉措情歌，你能跟我们唱唱吗？大人就拉门中，我来唱歌来哟，我俩一起。哈。
接下来呢，还是要听听我们的专业的点评，吴中彤老师。2008年奥运会闭幕式要选一首歌曲，当时有2首歌呢放在了张艺谋的面前，一首是《远方的客人，请你留下来》，还有另外一首就是《小河淌水》。张艺谋导演左右为难，拿不定主意，他决定去云南去探寻一下这首歌的背景。结果，当他听完《小河淌水》这首歌的故事之后，深为感动。于是，我们2008年闭幕式上就听到了这首歌。作为张艺谋导演来说的话，他是被这首歌的这种情所打动，所以这首歌要演唱好的话，情这个字一定要有。我觉得翻唱作品、翻唱经典，需要有2只手，一只手是要去创新，需要去寻找突破，而另一只手，你要去抚摸原作的灵魂和它的美好。谢谢吴中彤老师，谢谢。谢谢阿兰，谢谢林大哥，请回到您的座位，谢谢。